哟咿哦嗨呀，好玩啊咿哟咿耶哦嗨呀，看你们，咿呀咿呀咿呀咿哦呀，哦呀哦呀，咿呀哦嗨呀那咿哟咿哦嗨呀，好玩啊咿哟咿耶哦嗨呀，哎呀，好像很为难你们，你知道吗？我看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。啊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找很简单的，你尽量写，因为这些我现在写的就是领唱跟答唱的都很像那种。嘿呀呀呀，嘿呀呀哦呀，好啊嘿呀，这是领唱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我再教你答唱，答唱很简单。嘿呀哟呀，嘿呀哦嗨呀，哦好啊呀，比较短了吧？再次，嘿呀，降 key 好，降 key 好了。嘿呀哟呀，嘿呀哦嗨呀，哦好啊呀，再，嘿呀哟呀，嘿呀哦嗨呀，哦好啊呀，啊，后面都是央的，知道吗？只要养就好了。好，嘿耶哟呀，嘿呀哦哎呀，哦好哎呀，嘿，哎，我找不到自己的 key 耶。嘿，嘿耶哟呀，我找不到了怎么办呢？反正到时候也不会有人这样教你，反正你唱什么，你们就唱什么啊。嘿呀哟呀，嘿呀呀哦呀，好啊嘿呀，嘿呀哟呀，嘿呀哦嗨呀，好啊呀，嘿呀哟呀，嘿呀哦嗨呀，好啊嘿呀，嘿呀哟呀，嘿呀哦嗨呀，好啊呀，哎，都有押，你看到了啊，你好厉害哦。啊，知道了。好，我看还有什么，我觉得都很难的，怎么办？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，这首歌通常都会放在那个我们的歌后有分顺时钟转跟逆时钟转啊。当然顺时钟转的时候在迎神，神要进来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不会有我外宾或者是女生一起唱，都是年轻的男生唱。顺时钟转完之后，翻转的时候。然后这些歌就变成其他人都可以唱的，就是我刚才教你们那些，就是逆时钟转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你就去播，什么时候是逆时钟，什么时候，没有什么时候，对，你就对了，一样，我们讲一样，有流程表，没有时间表，懂吗？啊，然后另外一首歌是逆时钟转的时候的，它都会是在最后一首，要不然就是要准备换另外一个阶层唱领唱的时候的转换的歌曲，很简单，我唱领唱哦。嘿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好啊嗨呀，好啊呀。好，答唱很简单，跟领唱很像。嘿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好啊呀，好啊呀。有没有很像？很像，就是有央就对了啊。因为要准备插秧嘛。好，这样，来，我试一下，我当你唱。嘿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好啊嗨呀，好啊呀，打上。嘿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好啊呀，好啊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好啊嗨呀，好啊呀，好啊呀，你看懂？嘿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好啊呀，好啊呀，嘿呀，咿呀好啊呀，好啊呀，好啊呀，嘿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好啊呀，好啊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好啊呀。好啊呀，好啊呀，嘿呀，咿呀哦嗨。
起来了，耶，给自己的掌声。